幸福醫藥有限公司提提你，現在係標準時間下午6:29。報時信號係由幸福雙風素特約播映。無線電視翡翠台，調查發現有過半數嘅僱主有請人計劃。銅鑼灣標行俾3個揸槍嘅賊打劫。黃鳳超話台獨言論唔可以當做一般新聞處理。有觀眾新聞嘅詳細內容。一項人力資源調查顯示，超過一半嘅僱主計劃喺未來3個月請人，並且因為擔心人才流失，部分以升職加薪挽留員工。趙麗如報導。一間人事顧問公司訪問咗300間主要係香港唔同規模各行各業嘅公司，其中超過一半，即係168間公司話打算喺未來3個月請人。最要人嘅行業係零售、媒介同公關，其次係廣告、電腦，包括電子商務同埋網頁。負責調查嘅公司話，市道好咗係因為有大量本地同海外嘅創業基金流入。A lot of the major Hong Kong operations are very, very keen to ensure that they're not left behind in the internet race and are investing significant sums. 調查亦都發現，由於電子商務同網頁喺市場上搶人，有56%嘅被訪公司擔心人才流失，3成半嘅公司會用加人工嚟到留人，另外2成幾就話用升職嘅方法。好似呢一間有50幾人喺創業板上市嘅互聯網公司，就係用呢啲方法留人。增加佢嘅 incentive， 例如佢嘅工資啦，同埋好多時候俾 share option 佢。負責人話，行內網頁程式員同設計員一年轉幾間公司好普遍，尤其以管理電子商務嘅人才最難請。無線電視記者趙麗如報導。除咗在職人士之外，今年畢業嘅大學生求職情況亦都比舊年好，同網站相關嘅職位大幅增加，令到畢業生嘅選擇多咗。莫宜端報導。讀緊新聞系嘅 Esther 就嚟考試都仍然喺一個地產網站度兼職。佢話間公司仲想佢今年畢業之後做長工。網頁公司佢除咗請一啲程式嘅設計員之外咧，咁其實佢都需要一啲可能啲畢業生做一啲有關文字嘅工作咯。咁所以相比舊年嚟講咧，我覺得機會係稍為多咗啲咯。幾間大學一齊做嘅就業資料庫顯示，今年頭2個月有3400幾個職位空缺提供俾大學生，係去年同期嘅3倍。主要係同網站有關嘅空缺多咗，但係人工就同往年冇乜分別。或者1萬啦，如果好啲或者11000啦，咁啊，即係個整體上係咁樣。咁若果佢睇到而家都係一個凍薪嘅趨向，就係若果少過1萬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大學就話，畢業生今年揾工比舊年嚟講係容易咗㗎，咁但係唔係個個學系嘅學生都咁諗。有啲就話網站同埋科技嘅熱潮對佢嚟講冇影響，揾工一樣咁困難。讀緊數學系諗住做教師嘅杜漢明就係其中之一。今年就唔係特別多咗話想請教師嘅工，咁所以就未揾到適合嘅。有大學嘅就業輔導組就話，教育界空缺唔多，加上政府暫停招聘公務員，學生揾呢類工仲難過舊年。無線電視記者莫宜端報導。3個持槍男人下晝打劫銅鑼灣一間錶行，搶走咗100幾隻手錶，錶行估計損失400至600萬元。事件中冇人受傷。方東升報導。事發後，大批警員喺現場戒備。下晝3點半，3個攞住旅行袋同埋膠袋嘅男人入咗呢間喺銅鑼灣波斯富街伊麗莎白大廈地下嘅錶行。當時裏頭只有6個職員，並冇顧客。佢哋同時攞出3支，每人1支嘅手槍嘅物體係黑色嘅，只係入邊嘅店員。咁跟住咧就係掠走咗，就係呢個到目前為止咧，大約係120隻名貴手錶。賊人喺錶行度逗留咗3分鐘之後離去。
3個人，就2個人走咗出嚟，最尾嗰個咧就舉住把槍，咁啊掩護啲2個人走出嚟咯。咁佢啊就槍嗰個就走撚尾咯。佢跟住通知管理處報警，警方相信3個匪徒係本地人，事後原告示打道逃去。至於錶行估計就損失4至600萬，案件就交由灣仔重案組調查。無線電視記者方東升報導。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黃鳳超表示，本港傳媒喺處理有關台獨言論嘅時候，唔能夠當做一般新聞咁處理，而應該作出有利國家嘅選擇。譚偉儀報導。黃鳳超應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嘅邀請，同本港傳媒座談一個中國嘅原則。佢話：個人認為政協常委徐四民指本港嘅傳媒唔應該訪問主張台獨人士嘅言論，值得香港新聞界深思。香港的傳媒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不能散布鼓吹兩國論和台獨的言論。我想這個問題呢，與新聞自由無關。從維護國家統一這個最高利益出發，傳媒不應該把台獨，也就是分裂國家的言論，作為一般的新聞報道來處理，也不能當作一般的不同聲音來報道。佢又提醒香港傳媒要審慎選擇採訪嘅對象。無論多麼純粹的客觀報道，都是有傾向性的。正因為如此，我特別提醒各位注意這一個方面。出席呢一個研討會嘅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張建波話：香港嘅傳媒係以新聞價值去作為採訪嘅標準。佢有爭議係可以咧透過一啲回應，去令到咧大家對成件事嘅睇法比較全面，而唔係咧唔俾佢去講。有學者唔同意黃鳳超嘅講法。咁新聞自由必定咧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呢個好明顯咧，都係希望香港嘅新聞界咧喺報導兩岸統一嘅問題上面咧，係要緊跟咧中央嘅政策。無線電視記者譚偉儀報導。另外，針對政協委員徐四民嘅言論，政府強調本港嘅新聞自由唔會改變。至於政府制定防止顛覆國家嘅法例嘅時候，會唔會管制言論自由？保安局局長就話有關嘅細節仲研究緊。李燦榮報導。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喺發佈會被問到本地傳媒訪問台灣政要究竟有冇界線，佢提出咗一個原則。特區政府係支持根據一國兩制同埋一個中國嘅原則達成國家統一。我亦都相信呢個係香港廣大市民所認同嘅立場。基本法係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同埋出版嘅自由。傳媒按照香港嘅法律報導時事係受基本法所保障。另外喺立法會上面，鄭家富議員問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點樣落實基本法第23條，將來會唔會出現以言入罪？可以向鄭議員保證呢，就係香港人嘅言論啊、結社啊、出版嘅自由呢，都係受到基本法保障嘅。我哋唔會話因為一啲個別人士嘅意見呢，係影響我哋對基本法23條立法嘅立場。基本法第23條係話，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嘅行為。政府而家係草擬緊法例，遲下會諮詢公眾。無線電視記者李燦榮報導。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譴責政府未有提供東江水水質嘅重要資料，令到立法會討論有關東江水嘅財務建議嘅時候，影響到議員嘅決定。邱振明報導。委員會譴責政府雖然知道近年東江水水質下降，而本港處理東江水嘅開支不斷上升，但一直冇向前立法局同埋立法會提及呢方面準確同埋全面嘅資料，仲話水源係清潔㗎。咁樣影響咗議員喺有關會議上嘅討論方向，導致佢哋最終通過各項與東江水供水量同埋水質有關嘅財務建議。工務局就回應話，佢哋無意誤導立法會，咁以後會盡量提高透明度。委員會批評政府89年同廣東省達成嘅供水協議，冇任何嘅機制調整以後每年嘅供水量，導致水塘滿瀉，仲要浪費電力泵走啲水，令到過去5年損失17億元。
委員會亦都批評冇機制確保供應香港嘅食水符合協議所定嘅水質標準。佢哋促請政府同廣東省當局商議喺供水協議度訂明可以彈性供水，同埋規定食水嘅水質必須符合88年嘅國家標準。如果喺小組裏邊未能解決所提出嘅各項問題，應該考慮將磋商工作提升至北京嘅層面進行。如東江水水質持續下降，當局應該開拓其他嘅供水來源。工務局話會繼續同廣東省當局密切監察情況，改善水質，但就冇回應到提升磋商層面嘅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邱振明報導。另外，政府帳目委員會對前市政總署管理垃圾收集服務出現嘅問題表示遺憾。委員會指前市政總署早喺86年已經知道垃圾收集隊嘅空閒時間每更有2至3個鐘頭，如果將服務外判就可以慳返30%嘅開支。不過，當局將問題拖延咗10年都冇採取解決方法。委員會認為，當局應該切實研究點樣將服務外判，並且同公務員事務局研究點樣調配因為外判服務而出現嘅過剩員工。政府喺新界北區嘅改善河道工程，其中梧桐河下游接近完成。渠務署指出，配合深圳河嘅工程，出年水浸嘅情況會大幅改善。水浸首當其衝就係菜田，上水燕江村冇1年例外，早幾年最嚴重。我企呢個位置過人頭，一片汪洋。我個目的，我記憶就係咁樣。哇！一個字裏大3、4寸水，哇！走都走唔切。啲水浸過菜田，跟住就湧入屋。最高掛咪浸到呢度咯，就啱去到個頂。係咯，入晒水噶啦，嗰啲飯煲啊、雪櫃啊，唔用得噶，浸到煲都煲唔切噶啦。喺附近一帶，月初紅色暴雨，水浸之後嘅痕跡仲可以見到。最主要就深圳河要盡快動，即係快啲去疏通啲水咯。為咗解決困擾多年嘅問題，政府將梧桐河整闊啲、拉直啲、做深啲，等啲水去快啲。處理下游，即係接近深圳河嘅部分，預計年底完工。同時，中港兩地合作改善深圳河嘅部分工程，亦都會喺出年年初做完。嚟緊幾個月，水浸會幾嚴重，主要睇雨量。過去2年雨水特別多，雨季嘅其中1個月就落咗全年3成幾嘅雨量。天文台話係分別受到厄爾尼諾同拉尼娜現象影響，預測今年冇異常情況，雨量會正常翻。陣間翻嚟會報道，中醫認為註冊費貴過西醫唔合理。江澤民訪問以色列，商討買武器。網球總會嘗試培